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周子陽 Hanson。即係如果俾我去有機會搞一本新書咧，我會好想講我以前譬如喺美國留學嗰陣時嘅生活咯。因為喺嗰度其實都經歷咗好多我嘅甜酸苦辣嘅一種生活嘅經驗嘅。咁講開甜先啦，甜其實我喺嗰度就可以同唔同國籍嘅朋友、音樂人交流，其實都係一種好開心嘅事啦。同日本人啦、韓國人啦、台灣人啦，仲有啲西方嘅黑人音樂啊，都有同你交流。咁講開酸，咁其實喺嗰陣時18歲，你知出國留學嘅時候離開屋企人啦，咁但係嗰陣時要學識獨立生活啊，亦都初時冇乜朋友，咁嗰陣時其實都幾辛酸嘅，即係一個學習一個適應一個環境嘅生活，咁同埋苦咧，我諗起嗰陣時以前喺美國度讀書啦，要揾屋住都幾麻煩，因為嗰陣時又想同啲同學一齊住啦，咁但係同同學一齊住未必嗰陣時夾嗰樣嘢會係大家 match 啊，咁我記得以前我有個同學咧，佢係玩搖滾嘅，而我自己就好中意啲 R&B 啊、Funk 嗰類音樂，咁所以嗰陣時同佢有少少摩擦。咁我希望可以，如果將來有機會出本書，可以講翻以前我喺美國留學嘅一啲甜酸苦辣，可以同大家觀眾分享嘅。